9天绕境了，今第8天了，礼拜六是第8天了，到礼拜天了。天空亲自出行，200多辆车呢，好像600多尊还是400多尊神尊哦。你看那车队很长呢，是3年才一次哦，还是上一次是3年前。从上个礼拜寒流还是冷气团来袭，很冷的日子开始出现了，整个屏东县那么大的范围。要做这个宣传呢，就是这个要做宣传的，就是这个。2月19日，嗯，216台，哦神尊那么多，神尊啊那么多真的很不简单。今天第8天了，正月26日，今天星期六。刚刚拍的是夜景，晚上的10点多了。正月27日，明天星期日。今天第8天了。